小三評估5單元3第5課認讀字詞：1. 活脫脫 2. 拼音 3. 漢字 4. 楷書 5. 惟妙惟肖 6. 角度 7. 常識開始默書。1. 活脫脫 2. 拼音 3. 漢字 4. 楷書 5. 惟妙惟肖 6. 角度 7. 常識